大家好，咁我就會介紹我新入貨嘅8粒 Prism Stone 啦，其中有兩粒呢就係七色禮服嘅。首先介紹咗七色禮服嘅兩粒先啦。咁第一粒鈴音嘅七色禮服嘅嗰條連身裙，明星造型稀有嘅。跟住呢個內流進化咗嘅七色禮服嘅嗰對鞋，可愛造型。跟住呢一粒就係阿密嘅平常服眼裝，就配埋眼鏡嘅。有呢一粒 sexy 造型巴爾嘅眼裝 ，top 嘅造型阿杏嘅一件平常服，就藥材嘅一件平常服吊帶衫嚟嘅，稀有異國風情。呢粒都係藥材嘅表演褲啦，明星造型。呢一粒可愛造型內流嘅一條裙，平常服嘅一條短裙。好，就係咁啦，拜拜。